60年代咧，啱啱係好多難民啊或者新移民嚟到香港，佢哋喺好多好惡劣嘅環境居住，譬如木屋啦、寮屋啦、山坡裏邊啦。其實當時我嘅睇法就係如何去改善佢哋個居住環境係非常之重要嘅。當時我哋就用咗叫做社區發展嘅模式去做，就幫呢班居民咧去睇下自己居住環境可以點去改善，佢哋有咩需要向政府去提出一啲嘅要求，甚至透過自身力量咧去改善自己環境。當時喺西貢裏邊嘅神父睇到漁民有一個好急切嘅需要，因為啱啱溫黛打風之後，好多人流離失所，好多村民同佢講啊，有冇機會可以上岸去居住啦？咁當時神父就揾咗明愛傾下，究竟有冇辦法可以籌募啲經費為呢啲村民起一個村？咁當時咧，我哋就做咗呢個第一個工作，亦都係社區發展一個重要嘅起點。喺1980年3月咧，政府咧就正式資助香港明愛咧喺西貢咧提供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嘅。而家咧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咧就係服務西貢對面海10條漁村。呢一度嘅長者嘅人口咧係佔超過一半嘅，咁即係話咧，我哋喺個區嗰度見到2個居民咧，就有1個係長者。樹叔同寶金本身係漁民，以前住喺艇上面，直至到70年代搬嚟西貢對面海，一住就40幾年。好先生啦，街坊和睦咯，冇拗撬。社工嗰時走嚟睇下問下係咪需要，日日幫咗我哋啲年長嘅弟兄姊妹。都好好啊，空氣又好空氣又好，硬係最唔好係嗰條斜路咯，行返行去咧買餸咧好辛苦。而家年紀咁個老咧，嗰隻腳咧，即係有時好唔聽使噶嘛。樹叔、寶金，過嚟探你，入唔入得嚟啊？入得。點啊？近排身體點啊？唔多啦。差唔多啊？你又去買餸咧？你係咪攞好多嘢啊？買好多啊！買咗啲咩啊？今日？買菜啊，買啲嘢煲出去路館咯。又買菜又買肉，嗰度都起碼2斤啦。3、4斤到啦。3、4斤喎。呢度嘅社區設施咧，其實喺50年前設計嘅，配合唔到而家個區嘅老化問題，咁所以咧其實係唔適合長者去居住啦。西貢對面海咧，呢一區咧就喺個山坡上邊，咁所以咧所有嘅屋咧都係沿住海邊咧依山而建嘅。咁居民咧一出入咧都要面對長長嘅斜路啦，又或者係樓梯。西貢對面海係一個試點啦，我哋好期望咧喺每一區嗰度咧可以開展同埋推行長者友善社區。今日係幫啲老人家裝扶手，廁所啊或者佢行路唔方便啊，咁咪裝個扶手俾佢咯。好，出發。好，好得。華哥同一班街坊每個禮拜都有1、2日出動，義務幫區入邊嘅長者喺屋企裝扶手。伯仔，我哋教扶手啊要啦。我太太咧，當年學嗰啲大牛龜嘅電路咧，喺明愛學嘅。學嘅時間咧，又間中做下義工嘅。我太太冇幾耐整親隻腳，好多啲義工啊，同埋啲朋友啊嚟探訪我哋咯。同埋有啲人好熱情啊，幫我哋買餸啊咁樣，因為我一個人照顧唔到啊。收尾太太好返之後咧，要求我一齊做義工啦。我覺得都幾好啊，嘗試下啦。如果冇明愛嗰個平台同埋冇話蘇姑娘嗰個帶領我哋都唔知去邊度。你想做義工都要有地方做先得㗎。其實我哋今次咧就講翻依支扶手，因為其實大家未安裝過嘅。到時咧而家義工組有12個成員，由區內嘅退休人士同埋婦女組成。而家有幾
我幫手推樓梯機，推個老人家落嚟地下。個老人家落到地下望到個天幾光猛嗰陣時咧，幾開心啊！哇！我哋嗰陣時真係你想唔做義工都唔得。咁呢度有好多老人家都係太老啦，區區都咁多老人家，所以咪幫到佢哋咪幫佢哋咯。做俾啲年青人睇，希望年青到佢年紀老啦，都可以退咗休，可以幫到人。2條樓梯再加1個廁所扶手。我哋相信咧，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能力去處理個人啦、社區嘅問題。咁我哋咧建立唔同嘅平台啦，提供機會咧俾佢哋咧發揮佢哋自己嘅所長，咁從而咧去建立翻我哋嘅互助嘅社區，建立翻個人嘅爭權。好似爭取加設斑馬線，政府已經接納居民嘅訴求，呢啲都係佢哋努力嘅成果。社區好多問題咧，仍然繼續存在。譬如去到今天，房屋仍然有佢嘅困難喺邊，仍然好多人住緊劏房戶。另外一方面，老人家仍然好多佢哋居住環境咧都唔係好適合佢哋住。如何幫佢哋喺在地安老，我哋好想去做。例如一啲新移民，佢哋父女面對好大生活上困難，甚至喺啲勞工嘅情況，一啲外籍傭工冇人去理會佢哋。我哋成日望嘅問題就係，其實個社區就係佢哋居住嘅地方，如何營造一個合適嘅社區，讓佢哋有能力去安樂地生活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嚟嘅。